货运公司三良通运有一名姓卢的货车司机，2017年3月送货半路，因为出血性脑中风来死亡。家属认为讲是伊定加班才会过劳死亡，这是职业伤害。这家属落尾是去告这三良通运，讲要讨赔偿856万。明仔这新北地方法院呢，一审是判家属败诉，不过高等法院在今仔日说来并盘咯，讲这货运公司就要赔付家属486万。2017年3月出名的货运公司三良通运姓李的货车司机，载货时阵常常身躯倒半身麻痹看无，到尾因为出血性脑中风死亡。当时姓李司机太太出面主张，先生无相关病史，是因为常常超时加班，致使过劳死，向三良提告，求偿856万即载赔偿。新北地院法院一审判家属败诉，高等法院17替销员判决，该判三良应该赔离价486万元，专案还佫会当佫上诉。106年3月31日订发，可视为系因职业触发脑血管及心脏疾病。上诉人得依法请求被上诉人赔偿家属精神慰抚金、抚养费及丧葬费。高院审理的时阵，三良通运指出，姓李的司机甲其他司机出勤记录拢是以英文日报笔为准，无另外的出勤记录。不过高院甲这案事当时认定，送台大病院鉴定，结果显示，姓李的查某人工作性质符合无规律、精神紧张，而且死亡前6个月，每个月平均加班时数超过45点钟，所以鉴定姓李的查某人是职业灾害死亡。对我来讲，可能也值得欣慰啦，因为毕竟就是迟来的政治吧。很高兴，就是法院能够相信我，给老公一个公道。按公司赔，我觉得也让他们要有所警惕，就是不单单只是说要员工帮你赚钱，因为其实真的工时太长。李太太讲甲后庭讲判决是万来正义，因为伫遮尔长的诉讼过程，大家官已经先后过身。佮讲家己无啥当接受三良搁再找理由上诉，因为三良应该探有这个案，重视运输业超时过劳这个问题。三良通运到出稿前时也无相关的回应。